紫鹃夜叹是红楼开篇中的经典保留曲目，曾被多种流派演唱过。周弘酷爱丽调，是用丽调来演绎紫鹃这个红楼人物。他认真阅读红楼，仔细揣摩紫鹃的内心世界，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紫鹃对黛玉的无比同情，以及对宝玉的无比怨恨。
谁去家亲？一个儿心却有谁去修？一个儿落，一个儿输。一个儿是被民国，一个儿是西毒有。一个儿伤心，一个儿世人莫疑用，公子都心中。处女来望着一时家居心，口恩他不依，俱是识破意。自立新婚，今悠悠。狗娘啊，口胎里一生难修悲痴心哦。今日里死在瓦袖，心不够，口胎里玲珑，为之归后去？必做那瓦头笼中美食酒，看他们是夫妻乐，儿女欢，下用瓦笼丝酒，一不够岁月
何必也甘心地脚不用苦。听雨楼是一首新创作的开篇，周红在于洪新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运用情调的优美唱腔，随着情节的展开，忽而高亢激昂、轻松跳跃，忽而深沉委婉、脉脉含情，在过门的弹奏上也极具变化，承上启下，不露痕迹。这首作品可谓是近年来难得佳作。
谁莫非阿女神传为余生是有罪，我越听心里越听。
一剑凤钗是长篇弹词《双珠凤》中展现力不千金、或定睛内心思想活动的唱段，演唱者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女主人公的身份、年龄和涵养，运用立调唱腔的含蓄委婉，将千金小姐的初恋之情演绎得得体传神。为什么不让梦儿飞回来？为什么不将之妻哪里来？害得我情事不宁，受不爱，精神花花神。
杨振雄先生弹唱的渔调华贵岳阳，气度非凡，令人陶醉。周鸿在《苗金凤监会》这段选曲中，运用洋派渔调唱腔，倾诉了金继春对徐慧兰的一片真诚与同情。兄弟监会感情至深，欲言难讲，思绪万千，演唱着动人肺腑的真情流露，听来肝肠寸断，催人泪下。咽得下这痛意。嘿。
恨狗王将我来，是我为的家财，把性命满为感激丈夫是没来缘。我死一生红手绿。周鸿在近10年的书坛上，又连续弹唱了双珠凤、苗金凤、珍珠塔、骆金扇和陈圆圆等。他运用弹词唱腔塑造的人物，深深印在了老书迷的脑海中。陈圆圆思舞是周鸿同样运用立调，却唱出了与双珠凤中霍定睛不同的韵味儿，抒发了陈圆圆热情奔放的内心情感。那真是门杀神必有一类，吃些家里长地配是一花简直虚话都有些，夜深人寂
谁